今日開始咧，一連幾集咧就會講下進入安息之所嘅一啲實際嘅過程。咁咧，即係好想祝福咧，大家咧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特別當我哋進入到晚上，去到睡眠，去到第二日嘅早上呢一個過程咧，都可以成為一個 resting place。咁首先就係我哋其實好多嘅人嚇，我哋好多時我哋晚上都有一啲嘅活動嘅，可能係湊小朋友啊，可能同人晚飯啊，可能買嘢啊、執嘢啊各樣。但係咧，我哋喺嗰啲過程裡面咧，可以提自己咧，就係我逐漸地進入緊一個 resting place。咁當我哋稍為能夠放低一啲嘢，甚至我哋都需要一啲啲嘅時間，可能即係碌下手機啊，玩少少遊戲都完全冇問題。但係可能去到一個位咧，你可以咧就係咧開始拉下筋啊，然後咧最好就係攞一本嘅聖經，或者咧好似我咧有時我就將到電話嘅聖經咧投射到屋企個電視嗰度。咁通常咧就揀咧就係可能5至8節啊，或者最多10節嘅經文啦。咁有啲時候當然有啲人佢睇得多啲嘅，可能睇一章嘅聖經，咁可以由詩篇開始啊，或者由福音書開始都係好嘅。咁今日咧我就想講3個 D，就係安息之所裏面咧好重要嘅 landmark 嚟嘅。第一個 D 咧就係叫做 desire。呢3個 D 咧，其實首先咧，我想講咧係基於咧係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嗰度16節，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，凡事謝恩，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。第一個 D 喺邊度嚟咧？就係喺凡事謝恩 Thanksgiving 嗰度嚟。因為呢一種嘅感恩咧，唔係淨係關於嗰啲事件。當然係由呢啲今日裡面嘅經歷開始，經歷裡面有開心有唔開心，但我哋裡面慢慢去沉澱咧，我哋開始嘗試咧去感謝神。最重要係感謝神，佢嘅本質係唔會改變嘅。有時我哋好難為到啲事情感謝神，但為到神嘅本質咧，我哋會謙卑感恩咧，我哋會有一個學想 desire。